嗨，大家好。今日香港時間11月3日12時中午 Google 搜尋排行榜出爐啦。今日我哋可以睇到第2位嘅陳義德有600% 上升。咁佢係邊個嚟啊？原來陳義德係聲秀決賽主持。從報道睇到佢有大量嘅負評，離棄都需要時間琢磨。等我介紹更多關於佢嘅事啦。陳義德英文名係 Rachel Chan 義德，1998年2月9日，香港女演員同埋節目主持人，就係香港小姐再競選季軍同2021年度香港小姐競選8強。現為無線電視經理人、合約藝員。2024年，陳義德於無線電視節目《華福陸秀訓練學院》等節目表現已經備受注目。怕唔怕班嘈？擁有靈活嘅應對技巧同可愛嘅性格，使佢喺澳日直播中嘅表現更加出色，備受網民肯定。今日介紹係咁多，完。